霍金話同外星人第三類接觸好危險。好多人都相信有外星人存在，仲諗盡辦法接觸佢哋。連 NASA 前年都特登將 Beatles 首歌 Across the Universe 傳去外太空，睇下有乜反應。68歲嘅物理學家霍金都認為，宇宙1000億個星系，外星人存在好合理嘅假設。佢想像外星人可能似河馬，個嘴似吸盤，又或者似蝙蝠，身上觸覺有神經毒素。地球人唔應該接觸外星人，因為佢哋可能不懷好意。霍金相信外星人因為自己星球冇晒資源，就周圍揾星球侵略。地球人主動去聯絡外星人，等於招惹外星人嚟侵略。就好似當年哥倫布發現新大陸之後，美洲原住民受盡迫害一樣。